严凤英死后，其遗体被军代表刘万全以寻找错误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，挖出内脏。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全。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腋下砍起，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的砍，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偷看，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、照相机等特务工具，当然一无所获。查到100多粒安眠药片，当知道此故时，膀胱的尿喷了出来。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：“严凤英，我没看过你的戏，也没看过你的电影，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型了。”从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遗体遭受侮辱和强制解剖看到了什么 ？What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desecration and forced dissection of the remains of Huang Mei opera artist Yan Fengying?